人在地前，云林县地方产业文化协会举办好买糖都甜蜜节的活动，推广着地方百年的糖业，希望搁来展现中山路好买第一家的风华。 为着让好买店中山路佮出现好买第一家风华，云林县地方产业文化协会即将举办第3年的好买糖都甜蜜节，邀请全台湾的甜路业者同齐来参加，有音乐、手工家电等，后来参加的民众更加熟悉在地文化。所有的企业形象我们都非常的喜欢，然后有文化传承的意味，所以来参加这个市集。这摆活动，然后中山路再现风华，希望这活动。 让大家更加熟悉好买店第9的产业故事，让大家感受到甜蜜的气氛。以甜的这个意象下去，邀集全国各个知名的甜点店家，然后用糖的部分，然后在今天呢把它呈现出来。透过小林社举办3年的甜蜜节，让大家更加熟悉好买店的精彩故事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